慈心挺民乐园，菲律宾的道金啊，捐款兴建的。你看还有猴子4只，灰里雾室，灰里雾厅，灰里雾眼，灰里雾洞，假山假水啊。啊，你看还有龙，还有龙。还有龙。哦，你看，灰里雾室，灰里雾厅，灰里雾眼，灰里雾洞啊，美丽的景观啊。举办那个读经评鉴会考，还有那个10世纪啊，就是那个研流会啊，素食研流会。你看多漂亮啊！这节目都很美。哦，你看菲律宾道金捐款兴建了。